高雄寿山有一座市电古迹，打到水道净水池，有100年历史。这山脚也有一条100年古道，会当通去净水池。附近有真侪日本时代留落来古物甲建筑。不过，这古道的入口呢，有风声讲要起一栋15层的大楼。文史团体也烦恼讲会影响到文化景观，呼吁市政府就要重视文化资产。伫寿山脚，藏伫巷仔内有一条100年古道，真侪人知影。往山顶行，差不多1-200公尺，就来到这座打到水道净水池。这是日本时代的完工，到今有100年历史。迄当时日本人就是利用古道将材料运上山。净水池的功用就是放清气水源，目前也有供应予中山大学甲军区使用。伫2019年，互列为市定古迹。打到山遮吼有一个净水池是。是放较早吼为迄个大树遐来迄个水道水。其实因过日本人开发净水池工程期间，附近就真做民众休闲所在。不过二战过后，净水池互围起来，遮就渐渐稀微。蛤蟆新因为人口增加，厝愈起愈侪，遮无人整理，亲像附近历史文物流水器式的建筑嘛破破旧旧。协会毋望市府会当重视文化资产的维护。为像外口遮的一寡公园甲遮的古道，应该。爱甲即个净水池的迄个文化资产做伙去处理。阁有一个迄个抽水井，即摆无咧用。即个有咧用的部分，阮已经有围起来，嘛是有人踮遐逐工咧操作，环境咧整理。寿山伫日本时代互票选为台湾八景之一，附近嘛有日本人的石碑、军事碉堡等等。不过100年古道入口未来可能会起大楼，协会烦恼大楼影响到景观，目前建案也未通过，因毋望市府甲自来水公司爱严格看待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